后来乡亲那边仔载就是元旦假期的头一天，竟然拄到假日，一定塞车的国道5号，早起就开始出现着车潮。这个尾暗嘛开始，阁会有另外一波下班尖峰时期的车潮来出现。什么时阵上塞的？来听高公局的说明。国五的流量现在是有比往年还来得大了。从下午还会有另外一波哈，尤其是大概6点以后的一些就是下班后的车潮往国五、往宜花东的一个车流量，行车时间大概还是会比我们平常增加大概3倍到5倍不等左右的一个行车时间。3天的部分，我们预估明天是属于双向跟南向的一个流量最大的一天哈，那大概会达到115百万车公里，大概有比平常交通量大概增加了1.3倍的一个流量。那尤其是国五的部分，可能从上午4点以后就会有一些车多拥塞的一个现象。讲这个西部的国道下晡的4点就出现着车潮，每下个6点到暗时10点拢会较塞，行车的时间会比平常时加出3倍。国道5号更加是提前到早起就开始出现着车潮，提醒乡亲出发进前先来查看着路况、避开塞车的时段甲路段。